大家好，今日我哋思想嘅題目係不怕挫折，繼續侍奉。經文係提摩太後書第1章第1到第6節。年輕嘅傳道人提摩太係使徒保羅嘅同工以及屬靈嘅兒子。保羅安排提摩太喺以弗所城嘅教會侍奉，但係提摩太失去咗當初侍奉嘅心志。佢侍奉得相當之挫折，甚至以福音為恥。喺第4節聖經話：紀念你的眼淚，晝夜切切的想要見你，好叫我滿心快樂。你不要以給我們的主作見證為恥。提摩太感覺得咁挫敗，一方面係外在迫害唔容易面對，而且教會內部亦都唔容易牧養，故此保羅寫呢封信去鼓勵佢，要求佢繼續持守主道。第一方面，保羅提出提摩太嘅侍奉擁有一個屬靈嘅淵源。喺第3節聖經話：我感謝神，就是我接續祖先用清潔的良心所侍奉的神，祈禱的時候不住的想念你。原來提摩太嘅侍奉係接續舊約嘅列祖。另一方面，提摩太嘅侍奉亦都係接續家裏邊嘅外祖母同埋母親。喺第5節，想到你心裏無偽之信，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羅爾和你母親友尼基心裏的，我深信也在你的心裏。保羅咁樣講係要說明提摩太嘅侍奉唔係孤單嘅，因為有好多嘅前人先烈走過呢條嘅路，而且呢條侍奉嘅路亦都係榮耀嘅，因為我哋係聖經眾多先賢，好似係亞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大衛、耶穌基督嘅接棒人。弟兄姊妹，喺我哋嘅侍奉歷程當中，我哋有冇曾經感覺到孤單乏力呢？但係我哋想一想，喺我哋之先，喺我哋身邊有好多嘅先賢同工，佢哋曾經為侍奉為神付出過代價，不過佢哋嘅侍奉嘅腳蹤係何等嘅佳美。第二方面，保羅都提出一個職分嘅認同。喺第6節聖經話：為此我提醒你，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。教會曾經以按手禮作為對提摩太職事嘅認同。按手禮嘅目的唔係藉着呢個嘅禮儀將侍奉嘅恩賜賜予俾提摩太，乃係肯定提摩太已經擁有某種侍奉嘅恩賜。故此呢種嘅禮儀係表示教會對某位同工嘅肯定同埋認同。弟兄姊妹，其實每個人都需要被人肯定同埋鼓勵，以致佢能夠繼續追求同侍奉。弟兄姊妹，我哋有冇經常去肯定我哋嘅配偶、兒女、下屬、同工呢？以日嘅時間，我同大家分享一個嘅例子，去說明肯定鼓勵嘅重要性。喺紐約市貧民窟當中，有一群嘅黑人嘅小孩子，佢哋經常曠課打交。校長為咗去教育佢哋，就想出一個嘅辦法。有一日，校長走進課室，宣稱識得睇孩子嘅手相，預測孩子嘅未來。當時一個小孩子伸出小手去到台前，校長就對佢講：我睇你修長嘅小拇指就知道，將來你係紐約州嘅州長。呢個小孩子大吃一驚，因為佢係班中成績最差、最搗蛋嘅小孩子。但係佢記低校長嘅說話，而且相信。從嗰日開始，紐約州州長就好似一面嘅旗幟，約束並且鼓勵呢位嘅小孩子。從此之後，佢唔再講粗口，佢開始定直腰走路，努力學習，勤奮向上。喺之後嗰40幾年，按州長嘅身份要求自己，直至到51歲嗰年，佢真係做咗紐約州嘅州長。呢個小孩子就係紐約州第53任州長羅傑·羅爾斯，佢係紐約州歷史上第一位黑人嘅州長。羅爾斯嘅校長唔係未卜先知，佢只不過係用鼓勵嘅說話，將一個平凡嘅孩子變成唔平凡嘅州長。弟兄姊妹，鼓勵就好似一粒嘅種子，只要埋下，唔論有幾深嘅土層，佢都能夠破土發芽。